我即摆就报一条明路互你行。你替我去阿里西走一遭，不管你是要甲陈辉讲，也是要甲郭万年讲，我拢无意见。我爱因甲阿里西迄片土地，让互我分去演。我拢免开嘴，就等下10声11就碰面，因无可能答应。我这个做演主的，有一个原则，对有利用价值的人，偌济钱我嘛甲开了。若是对无利用价值的人，就算讲啉我军旗烟一碗水，我都会嫌无彩。啊，你当一个蔡小主，若是要伫我军旗烟食好穿好，拢毋是问题。啊，你毋知好好表现一个你的利用价值。彦祖，换做我是你，我就歹势开这个嘴。你的意思，我会体从啊到，不过会成袂成，我这个做下骹手人的，只会当尽人事。尽人事，尽人事是做工厂人伫咧讲的。啊，我的个性，你这个工厂若做袂成，我就互你变成一个事主。到时，你若是用行转来，我绝对叫人甲你讲出来，听到无？哎，烦呐！迄真正是命运坎坷呢，啊，着闪到这个所在来比啊，迄坎坷的命嘛是袂放我煞。要对付李楠这种人吼，绝对袂用安两步。你若退一步吼，伊就逼你第二步；你若退两步吼，伊就逼你第三步。就算讲李楠无逼我，官府嘛逼我。即摆咱无钱缴税，这是事实啊。其实不一定要用钱缴税啊。哎呦，春啊！等你讲即句话哦，我这捌做过官，听了就知影你这外行外路啦。迄税金，无金免啊升税啦，啊无钱是要纳税啦。既然你人知影山顶的物件真有价值，那你就当甲你的族人参详，甲这个物件摕来抵税。对啦，阮出来意思就我的意思啦，会当摕山顶遐上路啦、水路较近，迄换钱啊，安尼好啦。好吼，毋是咱讲就准时啦，这嘛都爱官府答应，平步反恐，安尼毋才是真正好。官府迄方面是无啥问题，只要有理，就讲有话。我是惊我的族人袂当量情啦。你大家是要创啥？阮家无欢迎你啦，出去啦！今日出你有听无？手。你来要创啥？李楠派我来，伊敢会叫你来，应该是无啥物好代志吼。伊叫恁甲阿里西娘出来。别讲啊，别讲啊！蔡小主，这后面拢是你的老社员，拢是靠这个土地的生活。叫我甲阿里西娘出来，我做袂到。你根本就明知阮袂答应，你是安怎要来？阿兰嘛知影讲阮袂答应，伊袂空嘴保持，伊敢有交代的效果。恁若是毋答应，阮演主就对蔡金不利。相信恁家真了解阮演主的手段。啥物手段对我来讲拢同款，较险较惨，干那一个死。我家己生命价值伫倒位，我家己真清楚。啥物人要摕我这条命，伊就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阿里莎这条代志，应该讲我拢讲啊，该当安怎做，恁真清楚。若毋交出来，就准备输赢。蔡社主，话讲到这已经真棒啊！今日你来是替李楠传话，我陈辉嘛要拜托你，传一句话给李楠，讲我明仔载请伊食茶。是文场，也是武局，
文武犹在已经。好，话我会替传到位，莫讲我无提醒你。文地较芳，武地较苦。啊，若阮原主李南伊的气口是足重，这杯茶你若要啉，家己就斟酌。失杯。怕了，抓开你们！走！做你的提醒。阿伟，明仔载这杯茶，我嘛要啉。万娘子啊，这杯茶若无分你啉，讲袂开。我甲掌管，茶话哩，你偏帮了。啉茶，啊，你的意思是代志办无成？蔡社主，千元车伫你的手头拍落去，这无啥物通好见识。啊，一个是你的朋友，一个是你的某囝，这一点点仔代志你就超袂好势。我实在真佩服你，你还够面转来去。阿某啊，原主，以前的这束衫，甲我绑落来，去街仔路，时下遐乞食，凊彩一个乞食，拢比搁较有资格穿这束衫。为即马开始，你好好伫茶房甲我破茶，若无我的允准，袂当离开茶房一步。落去。阿某，原主，带阿囡的代志，甲我发落好势了后，你去阿里赛走一撮，你去问陈辉，看伊较介意啥物款地，我绝对成全伊。是。陈辉，酒是咸的，茶是苦的。若是我你啦，又搁咸又搁苦。伟哥，我来你遮吼，安尼食你的、带你的，啊，毋过我对你敢若毋捌贡献过吼。我即摆是真心要提醒你啦。我伫福建的时阵，有一个人就招人去啉茶，结果啉死伊了。这感觉人的人嘛真奇怪，啊，啥物代志拢不爱用头壳，敢若要比谁的拳头要较大粒。人伫讲哦，迄当先啊，若无两个跋袂单，你就莫甲伊跋。看伊家己跋有路无？我本来就无想要甲人争，这会来到这个无人行到到的所在开垦。即摆遮侪人对我伫阿里山开垦，因拢是相信我，我就无迄个资格当champion。我甲你讲，若有一只好要咬人，你若一直走，伊就一直吃。上好的办法就是，莫有champion。直接甲伊好个办下。武上的精神。阿兄，你看人阿伟偌勇敢，相参像你，拄着一点仔代志哦，就求求做一个，好好一个轻车哦，害你做甲不得不切。春啊，我小可有量者，你就咧细细念，你念煞袂哈？哼，你家己想看卖啦，你什么时阵真真正正为我这个大兄为咱老甲你设想？我阁无甲为你设想，我一心一意为你创造一番有为水啊，留名千古。你敢知影？啊，在要过身的时阵，你流着目屎，甲我的手牵去，你甲我讲，春啊，你遐尔巧，遐尔够读册，告诉你是一个查某囡仔。是安怎咱老家
哪会猪无肥肥迄狗？若毋是为着我遐阿爹含恨过身，哪有万元书？若无万元书，嘛袂有你这个糊涂的钦差。哇！啊，你两兄妹啊，你讲家内事，我这个外人，上好是莫插嘴。无喏，你莫一直甲家己当作是外人。即摆阮住伫咧你的厝内，我根本就甲你当作是家己人啊。你坐好吼，听阮讲，等下吼，你甲我斗讲两句公道话。好，兄妹啊，即摆若手底袂要演两歌哦，规气献甲底底啦。伟哥，白白查甫人，你徛喺我立场想看卖，人讲不好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对无？阮这个小妹啦，一日干就叫我要创造一番什么有意的事业，留名千古。伊拢唔知我这个阿兄吼，无某难名成果，心情真艰苦啦。咱查甫人上伟大的事业，就是娶几下某，生几下囝，创造一个美满的家庭。安尼我对阮老家唔只有交代对无？照你讲是真有道理啦。阮兄妹咧讲的，外人莫插嘴啊！伟哥，迄眼前我有一个真理想的对象，叫水莲啊。阮小妹哦，爱我甲千交代万交代，讲我要娶水莲，伊都无通啦。你甲想看觅，阮兄妹到底相对老家较有实效？你若是真是介意水莲，我看这件代志真有问题哦。阮兄妹咧抄代志，外人莫插嘴啦，爱听。人讲成家立业，阮阿兄伊平常时就安尼空空啦。啊，若无先立业，是啥要甲伊成家？你讲对无？你讲了真有道理啦。欸，我知，你两兄妹仔咧抄代志，我这个外人上好是莫插嘴啊。你是啥？阮一家伙咧讲代志，你一个外人生意看会走来遮创啥？我有代志，要甲单位私底下讲。查甫无问题，啊若查某做袂到。阮江湖人讲江湖话，啊你阮可以人莫插嘴，行啦，我袂讲。行啦，要讲啥？是我什么代志？我嘛毋知要讲啥。若是甲心内话讲出来，你会笑我伤软只。啊，毋过这个话藏在心肝内，如果感觉心思袂定。迄是因为你无朋友，有心事无朋友通讲，一定孤单。外面的人总是认为咱江湖人真漂泊，漂泊上大的代价就是孤单。你感觉甲一个要伫你性命的人坐斗阵，你讲江湖人的心事，这是头一摆。既然是头一摆，咱就啥物话拢莫讲，会当坐偌久，咱就坐偌久。王女士，这口罩。
互我一人去甲李南扯拼。我是带紧的某囝，我这条命是带紧的。青关社所有兄弟都爱黄你，你这条命是青关社所有兄弟的。若是要扯拼，互我来。关玉姐，李南较好较歹，嘛是我的小弟，这是我甲伊的代志。今仔日，我就是要请阮阿母出来主持公道，算起来这是我的家务事。你知影我有偌不好吗？无读册毋捌字，连阿母的心主牌都袂晓写，蒙牌嘛袂晓刻。我嘛共款袂晓写，也毋过我用开钱请人，王牌甲新主牌啊，拢可以用上好的。阿母在天之灵，若是知影你亲手害死伊，你毋知我切心。啊啦，你来去做遐尼多，互人无法度原谅你的代志。互人无法度原谅人是你。是安怎甲你愈亲近的人，甲你愈好的人，拢会一个一个为你来牺牲。你若是安尼想，咱两个就无话通讲。阿母在生的时阵，叫我答应一项代志，即摆想起来，我这世人是无可能做到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所以我今仔来请阿母来，就是要当你的面，求阿母原谅我。阿母，你有交代过，无论阿兰是毋是认我这个兄弟，家头家尾拄着，就要较让伊，你就原谅，兄是不好，袂当遵照你的吩咐。阿母，你知阿兰一直对你真友好，你会来过身，是替阿辉来牺牲的。我知即马阿辉已经无甲我当作是伊的兄弟啊，也毋过，我共款会甲你当作亲生老母共款。来甲你奉侍。李彦祖，暂时将咱个人的恩怨放一边。即马所有青湾社兄弟对我伫阿里山开垦，你会当手洗牙关，留一条生路痕行无？陈辉，你收留青湾社兄弟，我收留因的社主带去。
了我开一条生路，互清源社兄弟，等于就是我开一条死路，互带紧行。若是安尼，敢毋是搁一条无辜的性命，白白来为你牺牲？讲有情无？无情通讲。你敢敢我输赢？要安怎输赢？比你上有把握的火枪。若是比捕头甲骹手，这我都毋敢讲。若是讲到火枪，我一定要互你输。输要安怎算？赢阁是要安怎算？你若赢，阿里赛这块地归你；你若输，阿里赛这块地以后留清源社兄弟过生活。好，我今日互你彻底对阿里赛这块土地死心。想要到你的火枪的枪法，搁安尼准？火枪这物件，我真早就用过。我是感觉，这种杀人的武器，伤过无情，嘛伤残忍，袂当算是真正的功夫，所以我甘愿用拳头，用斧头。以前我做你小弟的时阵，你就真看我无起啊！我即摆做甲一个感觉人的头人，连用一支火枪，你就甲我考世甲安尼。安辉，输赢是靠实力，毋是靠口才。李彦祖，即摆是你输，但我听讲话算话，咱照拼照行。好，阿里赛的代志，我袂搁再插手。准讲我放你煞，官府嘛袂放你煞。有才调，你去找官府，讲一个输赢。关娘姐啊，阿伟，我拄仔才见阿南伊用偷食包。袂啦，这3支香烧落去，伫阮阿母的心主摆头前，伊就是较在你啦，毋是你彦祖。阿伟。你要想较斟酌的无？敢值得你安尼做？至少我知影我单位性命有值得阿里赛这块土地的价值。讲3分7分钟，3是咱人的灵魂真正面底配。啊，你这个人，较适合穿这款的粗布。无采较早，互你做甲一个社主，你连一个小可代志都办袂好势。啊，你赛的代志，都我家己出面去甲人讲，伤我的面子，了我的时间。你即马有性命才破查，是因为我要继续，甲你凌迟甲折磨。做人的路财，都爱较认分的。你若是连花凌迟，甲折磨的价值都拢无的时阵，你的死期都该到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。
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我予你3天的时间，你今仔日就来找我。你是有钱通缴税，还是时间伤济啊？我今日来是要甲通判大人参详一个税金的代志。若讲做人做事认真完成，迄拢会当参详。啊，毋过这调停扣税金，也毋是甲你做买卖，有啥物通我参详的？皇帝嘛会欠酷刑。 我单位无钱，无啥见效；百姓无钱，通缴税金，找恁做官来参详，这嘛是合情合理。若无讲情理，调停设官府、设北武官是要创啥？陈公理，迄是恁同户人的代志。在我这个公堂之上，敢若有一日都是法照法定，照法办。这个调停设官府、设北武官的目的。 那安尼，我会当了解。原来朝廷设北府官，毋是保护阮百姓，无讲情，无讲理，讲来讲去，就是要扣阮的税。你拄则讲的法，千条万条，拢是为着钱。陈辉，甲我讲个条条是理，啊，毋过敢若会当证明一项代志。你即马伫遮规划开垦阿里山。 家己以前伫个长沙有输赢，意思拢共款。你无守法，这都是犯罪。我这个官都有权利抓你、逮你。你若无欢喜，你嘛共款会当来做官。话免讲，应缴税，随派兵将你赶离开阿里山。 我怪人咧讲，甲做官讲无人情啦。好，那安尼，我甲你做一个生意。我甲青湾社所有兄弟拢无钱，也毋过，阮会当找山顶的墙啊、田、甲水路啊来抵税金，而且我会用向你保证，这物件的价值绝对比我所缴的税金搁加1倍。通判大人，你意下如何？ 好，我予你2天的时间，退堂。是。陈辉，小等。今日我身为甘仔人的通判，我一定会甲你公事公办。啊，不过。 若是做得了，你上好莫互我找到机会报仇。有啦，我已经予伊机会啊，会信袂信，这就要看伊家己。 秋水，你是我的查某囝，你的心应该向我接着。你也知影，干辉是甲你阿爹上爱甲襄阳流的一个人，你煞为着伊的代志来甲阿爹使性地。冤仇是冤仇，公道是公道。我是你的查某囝，你的仇，我一定会替你报。啊，毋过要报仇。 嘛是要报甲清清白白、光明正大。我甲伊有约束，3个月了，我要治伊的性命。这3个月来，我无希望有人伤害伊。听阿爹的口讲，情甲仇若是分袂清楚，到时阵艰苦的人是你。
只要我会当留在阿里赛，咱甘仔兰人安全才有保障。阿里赛若是去互朝廷甲李南占去，安尼以后，就有真侪白人会走来山顶。到时阵，这个白人甲高山的大约，一定会逼甲咱走投无路。我是一个勇士，唔惊小姐。阮甘仔兰已经受苦50-60年，我用性命保护这土地。只要小姐，咱的族人一定有死伤。你身为头目，甘望会当目睭紧紧，看咱的族人白白的牺牲。身为一个勇士，战死本来就是公平的代志。头目，只要你甲枪啊、电、甲水路互我自然有办法保护咱族人的安全。兄弟，每一丛的枪啊，伫这山顶拢活几60年，拢是有灵的。这树灵，甲阮的祖灵是上好的朋友。这一定是阮祖灵的脚、手、身躯，什么人若假体，我绝对甲伊拼命，我绝对互死，无代干嘛？咱的祖灵绝对袂同意你去拼命，一定会同意我的做法，甲这物件予我，予我来保护咱族人的性命安全。不说你说。放弃，什么说你说，慢你说。我猜你是甘仔兰的竞赛，你的做法，甲其他白人拢同款。你即摆要爱酒啊、甜、水路，连工你都要霸占这土地。我有听到阮祖灵咧哭，伊咧甲阮讲。一定要相信自己，明的相信你，白人，白人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阿兄，咱即摆落魄到来人遮住，你毋着较听我的话？我即摆敢无听你的话？你叫我走去门头，我就走去门头，我连叮当嘛毋敢叮当呢。今日若是换我出去无转来，你敢会共款咧走去门头等我？天呀！即摆敢有天理？啊，亲大兄较输一个外人。喂，什么外人？啊，咱即摆住这间厝是啥物人的？单飞的。咱即摆甲单飞住共厝咧，啊，单飞算起来是？共厝内的人。啊，共厝内的人算起来是？一家人。啊，咱关心共厝内一家人，安尼算起来是？应该啊。啊，就对啊。啊，单飞出去遐久，啊，你拢袂烦恼哟？那是烦恼啥啦？人阿辉是去山顶找你爱烦恼亲情呢。无你讲你爱烦恼亲情哦，办做车草车头咧车架赛咧。因即晚绝对伫遐啉酒跳舞，伫遐唱歌啦叫，伫遐足跟啊哈巴跟啊滚滚，烦恼啥啦？阿兄，我敢是迄款凊彩烦恼的人，我毋是咧烦恼啦，我是惊甲皮皮喘。你想阿辉即摆要去摕迄张罗，迄是烦人的禁忌呢。迄若三两句话讲无好势，是去互烦恼甲刣呢。袂用的，即摆来救伊。我毋慢哦，要去救人，你毋着找到胆下较知，体格较勇的。找我这无胆阁男心，我若去哦，会配骨头转来。要去无？歪。我阁予你一遍机会，要去无？歪。我这人足君子的，讲10摆我嘛是讲10摆歪。咱兄妹做遐久，阁予你一遍机会，要去无？这个嘛。
对了。刚才就烧的啊！收起来啦！好佳哉，好佳哉！我咧脚手太流咧，遐就欢喜。是讲这番仔来困到咱低咧，我叫袂精神啊，喜个叫。命运坎坷。海人过来啊！我要伤害咱山林、甲树林，我霸占咱的土地。我有听到咱族人在哭声音。今仔日咱300人的会，这是咱的山林。当恁的会落落来的时阵，就是阮族人得到安慰的时阵啦。拍灯！就跟那阿伯跟，马行行。马兰，你要安慰恁的族人，敢一定爱用阮的性命，马行敢袂当？是。伟哥，你因为惊死的，你嘛讲袂过小巧的，我的命都要休呀了。马行行，即摆是咱甘仔人族所有的族人，甲阿里赛开垦遐兄弟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咱的命运拢共款，你知无？阿伯说你说，你的心跟别人共款，我无相信你。来，屠杀，屠戮，拍灯！等下，我有话要甲阿辉讲。哈你见！阿辉，我听人讲，人若过身的时阵，会行过一丛真长真长的黑暗。我惊，你若有经过我身躯边的时阵，爱加甲我看见。好啊，我讲了。小等下，伊讲了，我袂讲了的啦。快出去走！谁？屠杀，屠戮，拍灯！朱秋水，你哪会当用这手段对付一个勇士？我是来救你的呢，你哪会用这款口气甲我讲话？救人嘛着光明正大，这款卑鄙的手段，阮无稀罕。无路伟哥，迄救人上重要就是爱人救会着啊，要分什么光明甲黑暗？陈辉，什么叫做光明正大？你做我看。
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林叔，你要安怎？输在你，但是要叫我破坏山林、树林，这想做袂到的。做袂到，迄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只是希望你后摆莫把所有汉人拢当作白人。好运好运真好运，好运好运真好运，春啊！想袂到我养过啊吼，迄身体无外用，迄背力有够用的呢。迄拄则差一点啊，一点点啊，我这养过就无法度回中原来了。辉哥，恁哦免为着我的背力当点恁无代志，甲感谢啦。但是，虽然我无稀罕，是安那你连一句谢谢都无？感觉我救你是应该的。江湖人守江湖道义，本底就是应该的。而且我单位这条命是你家己要治的，这条咱照拼照行，我单位绝对袂顿地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，为你来弹出咱。